镜头转到国际，以色列空袭加沙走廊，国际八卦的援助组织伫咧23号发出警告，讲加沙有可能会出现真侪人饿死的状况。以色列总统贺祖基就去拜访加沙，要推动人质谈判。因为美国冒派特使维科夫去到中东要进行谈判，希望推动停火协议。 伫加沙中部迪尔巴拉世界卫生组织附近，一直听到爆炸的声音。尽管这是互以色列攻击，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指控以色列军队走入去因工作人员的宿舍，叫妇女甲囡仔离开，将所有男性工作人员拢铐手铐，将身躯顶的衫拢脱掉，也称威胁进行审问。In 2025, WHO has documented 21 deaths related to malnutrition of children under 5 years old. Rates of global acute malnutrition exceed 10%, and over 20% of pregnant and breastfeeding women that have been screened are malnourished. 以色列23个空袭造成有民众死亡，包括无国界医生在内等115个国际自信甲救助儿童等主要援助组织，伫一张公开会内面讲，因目睭紧紧看到家己的同事甲所救助的巴勒斯坦人一天一天冷去。会内也指控以色列伫咧援助据点加强严厉限制，并且进行屠杀。说话讲，加沙营养不良甲相关疾病正快速增加，差不多200万人内面有正大部分正伫咧要巴肚，无物件通食，超过3万个5岁以下囡仔严重营养不良。目击者卫生官员甲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讲，以色列军队几多遍向要求援助的规定人开枪，造成1000多人死亡。不过以色列讲，因只敢开枪警告，根本无遐尼侪人死亡。OCHA is no longer a neutral agency. Hundreds of OCHA employees are undergoing security vetting. Key employees will not have their permits renewed following clear evidence of strong affiliation with Hamas. 伫即天，以色列总统赫佐格去加沙推出连接的谈判，除了支持前线士兵，也强调国际法的保障。而且，美国总统川普为中东特使为科夫停火谈判的对象战绩也升悬，这显示已经拖几个礼拜较加战绩的谈判，可能会当有进展。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